飞给罗萨了，万事如意，扎西德勒，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今年吉祥，阖家欢乐，扎西德勒。塞拉东面没吧，奈拉那差没吧。俄罗斯扎西德勒徐静莹，俄罗斯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秀，罗塞西不吉多罗，扎西德勒，策应罗家，俄罗斯塞手，扎西德勒，开手手，别多电话，托马秀，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秀。举行这位，我称南巴党，跟着南巴，年成等家，怎么往来接？罗萨扎西德勒。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藏历新年好！今晚台节，切记大日正版的抗美别改年之一，但呢，被拉上值得比家母一里罗萨的工作。带来上班了这边出来呀，工作的呢，中国电器别的种上课当一当，电器别的种上课默默使用，抗美别改年这功里别玩呀。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卫视频道，这里是2011藏历金兔新年歌舞晚会欢乐香巴拉的现场。本次晚会由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康巴卫视联合主办。带来潘楚节扎西北年梦的啦，挪威康森节百里不答应了，南罗萨北扎西梦的些。罗萨北呢，黑金节各族的当当，上等他就这边免的些。在这吉祥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藏历新年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向所有藏族同胞拜年了，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扎西德勒。抗美百改年成呢，雅克节四川啦，澳洲县的这边百改年成纪念啦，对四川党、北京、草原、甘肃、云南姐姐、西京阿拉相对些就用。康巴卫视是国家委托四川省开办的藏语卫视频道，它服务于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甘肃等西部5省藏区。抗美别改年真呢，东中央的土格拉店里做把系列，你东这里十大主笔才年人呢，你是东部做把党。中国中央常设记者李长春郎，你东这个拉修把马赛，跟你就东共结巴的。李长春记啥不点点。抗美别改年这做特把凶案的呢，等到哈中容不协议了。你把的抗美别改年真的东思想党，加切为每日不打把针人上西党，别的某某党节嘎不西比，双比巴彦西兰这个西送巴的。康巴卫视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2010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到康巴卫视视察，亲手按动水晶球，启动了康巴卫视的正式播出。李长春同志明确指出，一定要把康巴卫视频道办成党和政府联系广大藏族同胞的桥梁和纽带，办成深受藏族群众欢迎的精神家园。中央给指定的了，雅克军主年成协调举起，抗美百改年成3周今天了，亚洲前门农学院级，年冬节落了，且的马个冬年抗美百改年成讲，可个的一周龙口泥巴的，恰起了德路那种，人们家能用家新前俺当抗美百改年成把的连菜一周家马浪最接的。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国家广电总局对康巴卫视的筹办和开播给予了大力支持。
2010年拨专款为康巴卫视购买卫星直播车，还计划从今年开始分步实施，逐步建立与西部五省藏区和康巴卫视的节目互传系统。四川新界党党新建使用基奖，康比别给年制做罢了，没许多农学界家乡全部农业办的。大陆以14地区季节年东部。中共四川新界党委书记刘奇报了康比别给年制等长制片呢，来个了指定弄完的。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康巴卫视，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支持康巴卫视的建设。今年春节后的第一天，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同志就来到了康巴卫视慰问职工指导工作。康比8个年成绩，党中央党、四川新界党委党师兄干指定达了，党中师兄个松改，就是代表8个的主把党，吃浪来不年哇，蓝城杨木局呢，别看蒙出了相对些业绩，到工给工作的呢，康比8个年成绩，回来慢慢来不为老三家来些呀。是，工作的啦，得钱可党党，得钱可某某使用给。家乡哪能没法拖一笔？俺钱等你钱能把啦，你拖把你土地钱是的。康巴卫视一定遵循党中央、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达到广大藏区，办好频道，译制出更多更好的节目，为藏区的观众服务。那么今天的晚会就是我们奉献给广大藏区的节日礼物。本次晚会呢，得到了中共迪庆州委、迪庆州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年余落西里，得钱没离开个某某呢，可党和党可使用个为这拉电呢。超越用年排挤大瓦党，长北的小组反对个新组罢了，真正从不同意。东部。得钱某某本身活动，将其为别的不当当机，来人干自己老早的工作来入境。近年来，迪庆各族人民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全面建设全国藏区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示范区，成显著变化巨大。今晚40万迪庆人民和我们一道载歌载舞，共度一个欢乐祥和、吉祥如意的藏日新年。
不有多。阿拉这当然我从头当个个人也不有多。
呢，康贝不跟年成人，那呢不让兄接等别项目预列，落实了那个工作，带来乡巴拉西边出来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藏语卫视频道，这里是2011藏历金兔新年歌舞晚会欢乐香巴拉的现场。杨村大卫热绿岛，年我大卫罗大的，俺去三次多拉人木给把人荣耀，那位俺家休息假期，俺是把起南路三八四。古韵悠悠的康巴大地，今夜欢天喜地迎新年。古老的歌谣从远古传来，沸腾的歌舞渲染了人们的笑脸。俺呢，别人没梦见，各种地种思维热切些了。俺用呢18思维泡娘动着，怎么来着？唱的呢，得请客没得那个出边插头下边，俺拉西边下着啦这种呐。鼓是藏民族喜迎新年最常用的乐器，鼓乐是跋涉的心灵，鼓舞是展翅的灵魂。接下来，请欣赏由狄庆州歌舞团为我们带来的舞蹈《鼓魂》。
从。我这里俺了几道是的，这里俺了二道是的，这里俺了四道是的。我这里俺了几道的，看把你这来看，也见着个几道意思的。我这里俺了二道的，路你妈看着这里的拍起，路上啊，这些大姐的34个二道意思。我这里俺了。收到的当你密码错嘛，直接派出所给收到一次。呀，儿子马从，下过马家那里把买死了，也有马家那储备买死了，我给他那的银上上，没给他那热上上，容易把人家下来去抢话。子，今朝那个热巴要么就抢说，给了切中个拍一公的呀，才了这些个呀。那拍的，第七种这个俺们嘛是个的俺的。哦，俺们嘛，切中呢，云南新前节瑞面的那节热巴个金子巴的哇。老师了。老师，给了切中大陆公路干才人。那路电车咋送了？这路灯去电视，我们大陆跑车端着我去认的啊。老师，给了切中跟瞧这个热巴的了，切这样的。热巴的了，这他这是看的，这么拉热巴个热巴的。老师，那老巴一出来，热个我妈就是个。老师，老巴一出来，上次看这个了。老师，热个给查钱多的。老师，热咋嘛查钱的？老巴一出来，你妈拿我打不给，俺乖去了。老师，老巴一出来，俺家把家吃素嘛是看见，俺家这个。这样。老师，给了切中穷干子，热巴买一把盐巴票个就咋进来了，搞不耶？哦，俺的给啥种什么俺干来了？哦，给啥家比种？哦，老师。那俺有给啥种年纪了个？那俺给切入了给啥种现在那进来了？老师，推进去。可的啦，等的呀。可的了，他啦，等的呀，就这么样。他第一个工作了，俺去别去老板找去，永住家那边的。空给俺你了，俺说从嘛了，给啥个中心点去的。老师，推进去。老师，各位观众。接下来有请藏族著名歌手荣珠阿甲为大家带来歌曲《牧人》。đơn san đi men na tin thar cha yang chư ni mi kha tha de tong rang so bờ chân bi lo ta sa tha la si li
往个不往可拉多，那他咪当当那一的，chỉ vì nhân dân sen thì con đi to, à con ta để tao to, sa chữ mơ đi, rằng mà rơ lâm nắng, phá sa ý chế đời in, mơ chế quên đâu là đi, lỡ chế tao quá lỡ, sen đi tăng người con đất đi, chế đời in. Vừa chém biếc lúa ra thang lá chi đi vòng gờ bờ vòng khó la na ra mi tăng ta na chi đi chỉ vì nhân dân sen thì con đi to à quân ta để ta to sa chữ mơ đi rằng mà mơ lâm nắng phá sa ý chế đời in mơ chế thế đâu là đi lỡ chế tao quá lỡ sen đi tăng người con đất đi chế đời in à quân ta để tao to sa chữ mơ đi rằng mà mơ lâm nắng phá sa ý chế đời in mơ chế thế đâu là đi lỡ chế tao quá lỡ sen đi tăng người con đất đi chế đời in sen đi tăng người con đất đi chế Lô ba用入家姐龙别，自我西边来用地。理解开始家边八位都街里么的，俺去拿了的冷冷的照相。怎么来着？得用你都割了啦，家用节赶快浪去西边来用着的嘞，别去了嘛，澳门老去昂当不弄吧的。天哪，都公给公出了，那么澳门老去人家常用家庭个了，马去阿妈西巴的。这就叫弄把来接了，老啥子来些什不接的。歌手容仲尔家演唱的这首《牧人》，用歌声重述了格萨尔王的英雄神话。英雄的故事吟唱千年，至今仍在流传。而古老的情诗同样能够穿透我们的心灵。接下来呢，获得2009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称号的旺姆将会把一首仓央嘉措的优美情歌《玛吉阿米》献给大家。ma
是。拉人呢，扎通通可为这面节用大呀，多工给工作啦，除了看不到，除了拉木苏就拍一遍，怎么来着？他们的那伢去萨克门大卫，拉了门大卫考起来年呢，真的嘞。山歌是无垠的原野上跳动的精灵，山歌是广袤的草原上起伏了千百年的乐章。接下来有请大家欣赏山歌手吉祥、拉荣熙扰、金珠卓玛、嘎次琛为大家带来的山歌联唱。啊呜。
파야야 제 자식들아, 이지지.
대前科没的那个出边查对些边，家的从老西边下着的，俺去逻辑蒙不西啦，真所选。但用的那牙这边，让我冬季当三斤换的，家部送正港币，两部他们上部的，可以杀掉些的，刚起一个先部的几把人。年冬节了，上部站彩电机，家用节拿去利用这的了，沿浪这个节按当部两把人。逻辑当每人等着连着选，怎么来着？他们的呢，上部站彩电机龙边，刚面生气利用西巴拉三路拿。迪庆州歌舞团为我们带来的《茶马古道情》，再一次让我们感受了历史，回味了岁月。1300多年前，藏王松赞干部的大臣头明三部长拟定了藏文字母，成为了藏文之父。2010年，年轻的桑布扎组合在青歌赛上一举夺得了分赛区的金奖。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们带来的字母歌。敬你送热，Kakak saja sunjuri Ala kakak nga caca canya dong Ala lamu nga giluji Cincin di payung juga semua cepat Ala ta na papa pamati Layan nga luji ni modi Ala nori tomi ngai ko Ala za wa shasa ayachi Nga ala ka nga Isaka wa nita ka sum kumu chichi ni lo fuku ngai Yang su jong Ala la shasa toni hao Ani yo aku pilu sini Ngai nawi buka to marathon Semi lucha mila tukuna Tato kaki luji kaleta用一个爱的用大地，看看看看自己身之中，用在自己路去路你呢，我懂我一辈子在身影。Pia por sonso Ludombo ala l'amore Cidomuna ne kakaka saja sunjuri Ala kakaka nga caca canya dong Ala lamu nga kiluji Cici ni payung coba solan cepat Hey Ani yo aku pilut sini Ngai nawi buka to marathon Semi lucha mila tukuna Tato kaki luji kaleta Yo iki ngari yo tati Kakaka nga saji sanju to Yo sa saji luju lumini Ngato ngai pechi tsesanyi Oh ani yo la vipi lutsini Oh ngai nawi buka to marathon Semi lucha mila tukuna Tato kaki luji kaleta Oh tato kaki luji kaleta Janya tata na papa pama yo yi ngari yo tati tsanda wa shasa ayara la shasa ha ha ka na saji sa samju jo ka janya tata na papa pama tsanda wa shasa ayara la shasa ha yo sa saji le tu ne na to ngai peji se sai la shasa ha la shasa ha la shasa ha下面对了呢，毛林车姐每都全部系统着了，
想的南球拉萨那偏僻，北界乐用开发场地区这垃圾，工笔猛了，下面得了西巴西，没记得。赞茂歌是民歌中的瑰丽花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来自西藏的著名歌唱家曲征为我们演唱这首流传已久的工部民歌。
请客乐克出边插队协别，南浪街在了西巴地，俺从林教东，现代新康电拿车，共青陶工，俺从西边爬山没波呀，共青陶工，俺在南用没这边3个新康的呀，怎么来着？他们的呢，表姐那么长期，是那澳门老几，接送啊马的几边来用西，老三姐来些是不接的。非常感谢狄庆州歌舞团为我们带来舞蹈《古道踏歌》。亲爱的朋友们，雪域高原是我们生长的土地，是我们金色的故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青藏高原永远在我们心中。接下来有请著名青年歌手索郎旺姆为大家献上一首《不忘你》。谢谢。接下来呢，我
给大家带来一首扎西德勒我可爱的家乡，也是一首新歌，专门这次晚会做的。我祝所有我家乡的新年快乐，扎西德勒，谢谢。每时每一刻的希望在天地之间，每分每一秒的牵挂在你我之间，无情的在哪，让我们接受了生命的尊严，永不放弃，让我们点燃生命的奇迹。扎西德勒，我亲爱的家人，扎西德勒，我可爱的家乡，扎西德勒，我亲爱的家人，扎西德勒，我可爱的家每时每一刻的希望在天地之间，每